咱台湾的美。2个要加辣吗？当然，伫咧埔里嘛保留着上传统的气味，肉丸就是其中之一。哎，头家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咱家无好食免钱哦。哎，是是。啊，你捌用食免钱无？唔捌哦。哎呀，阮有信心啦。有信心哦。啊，咱这古早味的。大家拢无路啦。我遮毋论做哇，较早我伫遮读册的时阵就有啊咧。系啊，哇，足久无咧怀念一下。啊无嘛，过来一份啦，好无？好。有诶物件时间过了搁较久，颠倒互人愈怀念。这就是其中一味，而且头家讲无好食免钱，其实佫有另外一种念法，是毋好食免钱，这是老头家一种趣味的提醒。较早即道头家人讲叫做肉丸城啊，吼，伫咧迄个李社头前个空地啊咧卖肉丸安尼，摆搭伫遐20几年。啊，自从迄个92一地动了后吼，遐迄边厝规个拢放弃啊，才甲刷来即个所在。哦，即马才讲无好食免钱，咱紧来甲食看卖。虽然是讲用油迄个落去万钱吼，但是伊这配吼质料袂伤过头，伊佫保留迄个。纯米的即个 Q 度甲软度安尼，啊，甲伊的甜度拢还伫的。啊，伊这内鸭吼，就是用即个规地山肉哦，哦，啊，佮淋一寡即个冬笋啦吼，蒜头味嘛是真够味。啊，佮有伊的即个咸酱甲甜酱两种酱吼。虽然是好食的肉丸，大家毋好食伤紧哦，一定爱记留一寡鸭，留一寡即个肉啦吼。即个笋啊啦吼，啊，甲一寡即个酱料吼伫碗底哦。即马要来啉汤啊！哇，这规股的大骨汤伫遮有无？安尼，这就是咱怀念的大骨汤。一碗咧大骨汤吼，内面佫有遮个。肉丸的蒜头味啦、笋仔味啦，搁一寡肉油啊吼。即款的汤吼，无底买无底点呢，是一定肉丸爱食了才有通啉即种汤哦。咱若肉丸咧食的过程中，吼，因为咱较早农业社会，吼，咱可能无讲真好过，啊，所以咱食肉丸的时阵，可能肉丸食掉先。饱足感不够，啊，我们就加一个肉汤，哦，啊，肉汤落去时吼，伊就会当加食一碗、食两碗。虽然缀伫咧地沟内面的大骨汤是免费提供，但是头家犹原坚持逐工控大骨，毋捌改变。即马甚至佫甲加一味茶鱼粉落去，互迄个气味佫较好。啉一喙烧烧的大骨汤。心嘛对咧温暖起来。当然，咱的主角肉丸伫咧制作上是上费工的。每工一透早，就爱泡米、磨浆、调粉，准备肉丸外皮的制作。那个皮一定要有嚼劲，爱 Q， 哦，爱夹起来，才有迄个感觉，口感才会好。内鸭的部分，逐工用新鲜的猪肉，掺一寡豆油甲香料落去生，甲生好入味，搁再加入切丁的笋仔，才算是完成。
然肉一定是要新鲜的啊，然后腌制过的，它的肉里面的口感会比较入味这样。肉一定要这个猪的第二熬腿吧，啊一定要那个温体猪哦，不能绞肉。绞肉的时候你会分不出来它的肉眼在什么地方，啊内底品质三分啊，有掺到三分啊无，啊咱唔知影。包好的肉丸，爱先吹过了后，再搁落去用泡油的方式拌煎。看到伫咧油鼎内底金黄色的肉丸，心内嘛有一种让人怀念又搁安心的感觉。天色渐渐暗落，早起闹热的埔里第三市场，就变成在地人的夜市啊。对真侪埔里人来讲，无来这食一顿，就无返来厝的感觉。吹饺一份，脑吹汤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啊，哈，哇，久无快。小农生菜一碗汤腰啦。哇，景拢调好啊哦。嗨，学姐你好哇，足久无快。看到你真好，哎呀，对呀。啊，我较早做囡仔上爱食这，哇，这几年拢无用通转来，哇，今日足欢喜的哦。仲有出国安尼，谢谢，哎呀，啊，这就是因为食你的汤啊，对吧？爱搁倒来怀念一下。哇，你无用，无要紧，我豆豆食。好，谢谢。这打已经伫埔里卖超过4、5十。做学生仔时代，就上爱食这脑吹汤。人讲吼，做学生的时要食一碗脑吹汤，我那无上的吼。人讲食脑补脑啊。做医学咧研究讲，这是猪脑内面加着这软物质，对身体袂歹。过来是咱的炊饺啊，炊饺就是爱混这蒜头豆油，吼啊爱食遐的朋友来就食。安就对啊。炊饺的皮吼，薄薄啊，内面的料足实的，佮食一粒绝对无够啊！赞赞赞！虽然不是5星级的饭店，但是食到的是实实在在上熟悉的气味。食到的是上亲切，甲你当作是家己人的热情甲人情味。行一逝埔里，我食到在地埔里人对传统的爱惜，甲勇敢创新的勇气，认真打拼。用家己的方式行出新的路，嘛食到生活中珍贵的记忆，甲真材实料，实实在在做代志的态度，也阁有人甲人之间互相疼惜，做伙求进步的好感情。这应该就是埔里是安怎会当创作出一个搁一个上迷人滋味的原因。嘛是互我记条条无法度放袂记的好所在。
请继续对着咱的脚步，做伙来找找后一个咱台湾的味。